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中东局势是变甲真紧张。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机场和海湾交通规个是大拍角。阿联的机场呢，伫咧测试的时阵带条件开放，上坡上万名旅客会当离开。那当地呢，也有这款短期的公务业者甲房间让出来，免费予受影响的旅客会当予因有所在通住。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嘛无要认输，向真侪国的美军基地开始报复式的轰炸，造成中东的紧急局势一直欠悬，航班嘛规个乱起。这几天以来，中东地区已经取消上万架次的航班，世界上无用的航空中心杜拜机场嘛封闭得只好关起来。不过，在大规模的停飞了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机场在初二是有限度的停客，少数航班会当恢复起降，互国留伫遮的旅客会当返去厝。In Dubai, it's been terrifying, to be honest. We've been hearing explosions, we've been seeing smoke, seeing missiles in the sky. 就算机场已经有限度的开放，但是90%的航班嘛是封闭在取消。旅客毋是跟大包小包伫机场在等，都是真做心死个在找大个所在。对这杜拜和阿布达比在机在做车花公务的业者，都甲有空的房间都免钱提供予受影响的旅客，而且佫呼吁讲，其他的公司嘛是同款会当像因安尼做。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была забав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как, видимо, сработало ПВО и как бы был след на небе, хлопок,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секунд просто на пляже сделали музыку погромче и продолжили отдыхать. 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几个重要海湾中心是连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之间的长程航线，尤其是对世界来的，有带某含几个月大的红婴仔，一家伙3个人去巴基斯坦探亲，但煞无法度转机返去厝的英国公民，着急要找其他的替代方案，佮有无法度经过伊朗的空中，飞行机只好一直伫空中坐来坐去，一直到油拢无啊，佮转去卡达的首都杜海的西班牙航班。根据了解，当年差不多有几百万的印度和孟加拉的公民会对阿联转去去因做工课的地点，因为安尼因受到真严重的影响。另外，德国目前佫有至少3万的游客佫留伫遮。另外，意大利政府是采取包机的方式，甲127个公民撤离。另外，日本嘛已经甲5个公民暂时撤离去到约旦。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